然後再打開軌道窗同埋天宮1號之間嘅2道門，總共3道門，穿越返回艙、軌道窗先至可以進入天宮1號。請航天員根據地面指令打開返回艙艙門。劉旺開始解開束縛帶，然後打開返回艙嘅艙門，進入軌道艙，更換藍色嘅工作服。負責拍攝工作嘅劉洋流露活潑嘅一面，佢用攝影機自拍，非常調皮地把鏡頭轉向了自己。指令長景海鵬隨後離開返回艙，進入軌道艙，更換工作服。劉洋幫下佢手入艙。3個航天員進入天宮1號，會展開科學實驗，為中國將來建立永久太空站奠定基礎。天宮1號同神舟9號歷史性嘅手動交會對接，內地傳媒就話預定喺星期日進行。跟住入去嘅係劉旺、景海鵬幫劉旺固定位置。天宮1號過來了。對，景海鵬。景海鵬同劉旺喺天宮1號進行檢查同埋環控狀態設置。劉洋係最後進入天宮1號啦，佢哋同地面嘅航天控制中心人員同埋全國民眾揮手致意。3個航天員由神舟9號跨進入天宮1號呢個歷史性一步，標誌住中國航天事業發展嘅一大跨越，為中國建立永久太空站奠定基礎。神舟9號係喺下晝成功同天宮1號自動交會對接㗎，呢個歷史性太空之吻標誌住中國第一次載人交會對接取得成功，航天員展示成功嘅手勢。交會對接程序係包括捕獲、緩衝、拉近同埋鎖緊，對接完成，神9同天宮1號成為組合體。今日進行嘅係自動交會對接，不過喺對接期間，航天員劉旺就開啟咗手控交會對接嘅儀器，準備隨時實施手控對接。指令長景海鵬就坐喺劉旺嘅右手邊，而畫面嘅右下角就係女航天員劉洋，佢用攝影機拍攝交會對接嘅整個過程。確認組合體飛行姿態正常之後，航天員喺進入天宮1號之前，就要打開返回艙同埋軌道艙，穿越返回艙、軌道艙，先至可以進入天宮1號。請航天員根據地面指令打開返回艙門。劉旺開始解開束縛帶，然後打開返回艙嘅艙門，進入軌道艙，更換藍色嘅工作服。負責拍攝工作嘅劉洋流露活潑嘅一面，佢用攝影機自拍。亞洲要喺太空建立龐大嘅太空站，唔能夠單靠一次嘅發射，需要分開幾次，透過飛行器組件同主體組裝而成。交會對接嘅技術就變得不可或缺。從技術角度來講，第一個，它可以組裝大型的空間飛行器。俄羅斯的合金號空間站，還有美國的國際空間站，都是由多個艙段用多次發射在軌道組裝起來完成的。而呢次神9嘅主要任務就係測試人手同自動兩種交會對接，確保兩種嘅技術操作成熟，萬無一失。神舟8號交會對接技術嘅掌握將有助日後中國喺太空建立大型太空站，進一步推動太空科技嘅發展。旋轉軌道艙的艙門把手。神舟9號指令長景海鵬下晝4點幾打開軌道艙，確定氣壓正常之後，到5點幾，景海鵬打開天宮1號實驗艙艙門。中國航天員首次進入中國人喺太空嘅第一個家，開始真正嘅太空生活。景海鵬向鏡頭揮手。失重狀態之下，佢好唔容易自企得起身。一路走過來呢，其實都在拿手。航天員劉旺之後亦都進入天宮1號。景海鵬拉了他一下。兩人跟住檢查天宮1號裡面各項設備，確保通話暢順、艙內環境正常之後，女航天員劉洋最後一個進入天宮。現在已經在天宮1號會合了。
天宮1號嘅實驗艙面積有15平方米，足夠3個航天員活動。喺未來幾日，天宮1號係航天員工作同休息嘅地方，而神9嘅軌道艙就係洗手間同進餐地方。神舟9號同天宮1號喺下晝2點幾進行首次載人對接，神9去到距離天宮30米外嘅停泊點，兩者都可以透過攝影機見到對方。神9以每秒20厘米嘅速度，慢慢向天宮1號靠攏。好，對上了。对接机构捕獲。兩者嘅對接機構接觸，見到航天員所在嘅返回艙有輕微震動，喺中間嘅劉旺手握拳頭表示成功。劉洋就一直面露微笑，全程攞住攝錄機記錄呢個歷史時刻。神9同天宮經過捕獲、緩衝、校正、拉緊等動作，再鎖緊對接鎖，形成組合體，成個過程大約8分鐘。神9同天宮嘅組合體飛行6日之後。